你是捌我无咧探听哟？那就爱什么探听？啊，这西施恁的啥毋知你是啥？阿敏啊啦！啊，你就免找我阿敏啊，是我食物件啊收钱。哎哟，是谁讲啊？说阿敏啊食物件免钱啊？你当作你是啥？啊，白食白啉哟！我甲你讲啦，大家安尼辛辛苦苦吼来伫遮咧趁食吼，会来安尼做这面搭吼，主要是讲吼，阮迄个志明啊表小弟啊，啊，都拄着老母吼都过身啦，大家安尼斗欠钱啦。你甲看，连就遮细汉啊吼，都来遮咧斗相共。啊，你这个人哦，真正有影，倒不人倒不种啊，搁想要伫遮白吃白啉。你若要食这个无钱饭吼，规气去弄我来啦！是安尼嘛？你目睭皮你三无气力哦。哦，无你安怎？你是当作我咱这两个幼气会好欺负嘛？若要欺负无要紧，先过我这关。这个是我的查某囝，你若想我要甲安怎要欺负伊哦？恁祖母这条命就我甲你赔。我甲你讲啊，今仔这条笑你若无纳出，恁祖妈吼绝对吼甲你拍到你做到白。好啦，我囝接通啊啦，偌济啦220块啊，200才来讨价呢，退啦！我甲你讲哦，把记好啊。今仔是我头前大声细声，我甲你点有做记号啦。连到恁爸来掠讲的时阵哦，你就愈写面搭，拢要洗开啦。哎呦，我才靠恶人呢！哦，气压压，厉害哦！你当作你是啥？恁祖妈才无咧甲你惊咧，我讲你知，吼，你要食青的等等你啦。是咩？真正有影。表姐啊，这你摕去啦，这包是啥物啊？钱啦。啊，对哦，我甲志明啊变阮阿母来房间的时阵，伫咧门窗头遐看到的啦，顶面咯有写字条啊留咧，意思就讲哦，伊安尼欠长内度，这钱哦是要留咧我甲志明啊用的。啊，我若是讲欠表姐欠遐济，先去赶来还你啦。人咧讲吼，天下父母心啦，每一个做父母的吼，搁较安怎吼，心肝底都是想到家己的这个后生查某囝。讲实在呢，恁老母吼，就是阮阿姨，伊安尼吼，有当时也欠长内肚啦，安尼吼，真正有影欠家己啦。啊，结果呢，你甲看存这个钱，主要嘛是希望讲吼，恁若咧急用的时阵吼，通互恁安尼用会着啦。我老母也伫的时阵哦，我有当时也感觉讲伊安尼足造念的，求过哭过欠。即马无声无息走去，才知影讲厝里减一个老母，老母就敢若痛苦共款的，规间厝即马拢无煞煞，我还搁咧烦恼咧。后盖后若甲志明来相阮的时阵，我打时啥要来甲阮讲好？是讲吼，丽英啊，你嘛毋通阁伤心啊啦。等阿姨的这个后事吼，都安那办好势啊，嘛真圆满。即款代志吼，毋通阁再想啊啦，哈。我知啦，我是靠不要紧啦，等头仔遐无闲，啊对透早就爱做到半暝，是志明安尼想袂开啦，规个人哦，靠蹛咧房间，一直看因老母的相片，啊规工拢安尼戆神啊。我吼，找只时间吼，我再甲讲一下啦。对啦，吼，阿姨留这个钱哦，你免着急要还我，来，收起来。恁翁仔某啊吼，安若摆喺路边摊吼，若摆甲介辛苦，透风落雨，安尼吹风晒冷吼，这毋是办法。过去安尼啦，做这个钱哦，咱来去安尼找一间啊店面，啊两翁仔某啊吼，啊安尼较辛苦的来去开一间小食店，嘛较袂安尼伫外口吹风晒冷，你讲对毋对啊？表姐啊，你的意思是讲哦，啊这钱哦，要用你无爱要生活去，搁做较大间的店哦？对啦，你要听我咧讲，生意吼，就会愈做愈大，这是咱每一个人的这个愿望啊。你敢讲永远要屈伫咧路边摊的？表姐啊，多谢你啦，你安尼讲嘛是有理咧，啊无吼，我转来甲志明讲看卖啦。对啦，啊对，我即摆再去想着。这个吼，安尼啦，这包，这是你阿哥吼，啊，着恁这10外工来，生意无做，你阿哥吼替你顾迄大头啊啦，啊所赚的钱啦，来，你收起来。表姐啊，你请这人哦，真正足好的呢，啊，大家对阮翁仔某拢遐尼斗相共，毋知安怎共做啥。
哎呦，丽英啊，你若讲这个话啦，大家有缘唔才能来斗阵嘞，互相照顾是应该的啊，莫下伫心肝头啦。哪有可能啦？当我是要安怎甲你互相？我家己个咧顾袂好势啊！我着当咧想的咧，大概咱互恁搭3工啊，无法度通去报答恁的恩情。我着想讲哦，无规矩哦，搁用老婆，踮咧遮哦，规日甲恁说笑。哎呦，千万啦，千万啦！哎呦，大姐也毋是啥物小可大代志啊，你们讲甲严重，嗯。文秀，找我出来是要去倒啦？我想讲，我订婚日子就要到啊，人讲你订婚之前爱先准备一寡物件，但是我阁毋知要买啥物，我想讲叫你陪我出来，你会使甲我出意见吗？哦，你的意思是叫我甲你斗紧嫁妆，是无？你安尼讲，我会歹势。文秀啊，啊，咱是咧歹势啥？人讲哦，男大当婚，啊，若女大就当嫁。啊，你也毋是咧少岁啊，查某囡仔无嫁，毋倒有奇怪。阿金甲你讲，若阿金哦，算讲是老乌啊，你若有啥物毋捌的哦，你做你甲我问无要紧，吼。好，我知影。啊无，阿金，我想讲要先来买物件。好啦好啦，我来讲啦，两个查某囡仔人哦，出门爱较细意的呢，吼，注意啦，吼。哦，歹势歹势。这个人哪有细少年嘞，你迄条路嘛，目睭无早去的哦。歹势啥？小等一下，物件摕啦。啥物件摕出？什么物件摕得出来？哈？来家来佚佗。文秀，这是咪你皮包啊？是啊，这我的皮包啊。哎呦，嘿，少年人啊，你才几岁尔哈？正经头路毋去做，安尼长头白日诶，这大头仔人遐济呢。你真正有真人的皮包啊？你即摆咧做啥人？我甲你送来警察局哦。歹势啊，阮当因为散食才会做这种工课。这种人就是安尼啦。若摕到手就算伊个啊，啊若摕无过手吼，来佚佗可就假哦，莫来佚佗，来派出所行。拜托啦，阮兜阿哥阿母爱照顾啦。啊阿姐，啊我看伊遐尼可怜，你就帮伊照好啊。啊！我放伊走，若无来甲教死吼，来感化伊名字，行来派出所。姐，反正皮包伊也无摕到啊，无你看伊遐尼可怜，帮伊照好啊啦。真正好甲再反正哦，皮包无摕着吼，啊无你就是死落一条，走啦！来佚佗。嘿，真奇怪呢！你即摆少年人哪遐有欢喜啊？啊，结果安尼，啥物逐项拢毋捌讲话，搁安尼嘀嘀嘟嘟，都是安尼。搁会做真理话，我着奇啊咧怪。讲来讲会使我，你真正足强的啦！我毋知影讲哦，你敢若主家内行尔。哦，你真正来呢！少年囡仔咧，当一个人哦，啊头摕来一个物件，我第一个无感觉，你甲骂讲伊是目睭喇叭糊着，我你知影家己这物件哦？啥物叫做查拉棒啊？啊，师傅真正是师傅。文秀啊，拄仔在咧念你尔啦，啊你念讲吼，啊查囡仔人出门啊较细意的，你真正足害呢。啊，说袂晓小心的，啊迄路遐大条，啊无滴无当一个人甲你弄着，你也袂晓家己较注意的，后摆较细意的了。我知影啦。知影就对啦。哎呦！不要紧嘛。太细腻啦。我即摆是安怎啊？你阿哥，是安尼用叉的啦，是安怎啦？妈，我今仔日倒一个贼仔，偷摕我的皮包啊，去互叔抓着啊，啊叔无甲送去派出所，反倒转来，迄个贼仔竟然摕一支棍仔，伫阿叔后壁甲攻落去，你真正是有影哦！贵基啊，贵基啊，有什么摕出来啦？有啥啊？嘿啦，偷给你嘛？你是安怎？我要搞对啦。哎，我无安怎，你阿哥，你阿哥啦。你讲啊，你是安怎？你莫来，你莫来！哦，你咧冲啊左手吼，无安怎，叫你顾了吼，像那规矩种转去。我无是要叫送过啦。你想？哎呦！来，我来啦。哦，真正有影够气害了。无代无志是安怎，哪会去互安尼喊安尼啦？看啥？若你要甲我顾吼，真正我敢若看你伫咧开药馆啊，我就走无好一半去啊。哎呦，我乌青哦，你是安怎啦安尼啦？规零了。哎呦，较细腻的啦，你就是安尼。你阿哥，你嘛莫差到遮尔啊济。我由于算命，算命先来讲吼，我今年吼犯着3煞啦。
啊，头一线都去互恁迄个毋食腿啊，就去拄一刀啊，这第二线。啊，即摆线还有第三线，我真正烦恼，我可能死到做歹看的啦。哎呦，袂啦，你还搁啊，等你心肝遮尔好了，咱每一摆拍嘛，拢是为着别人的代志啊。天公伯啊有目睭啦，绝对会保庇的啦，袂死啦。好，别死吼。嘿嘛，对对对，我真种才长的。对啊，人咧讲吼，天公疼戆人啦，啊你着安尼吼，较谨慎、较细腻的。人讲大事地化小事，自然会逢凶化吉，啊，就会平安。人讲平安就是福啊，对毋对？啊，运气求财。后盖啊吼，毋通安尼气爷爷，较袂着要甲人冤家相拍，安尼毋好啦，知影无？是，头家呢，你讲就会生气。哎呀，紧，无一啦。哦，真正是影，哪安尼要惊死人，毋只安尼。李阿哥，你有较好无？哇，几好多钱呢，足轻松的吼，耶。老实在哦，即摆人哦是够凶死的啦。迄安尼查拉宝哦，你安尼放伊去，无甲送去警察局，伊无甲你洗刀写无大去，好倒转过举车甲你喊，哦，真正有够可恶的啦。我都我甲你说啊，对。头家娘啊，头家娘啊，最近也是什么代志代啦？某，咱后壁迄片树啊吼，足危险的，你知无？敢若袂随用偏穿的安尼割的，我咧手甲凸者啊，就落来，我差点莫叫讲着呢。我真危险着，你吼紧来去叫工人哦，紧甲迄树影哦修理好势啦。我这么水啦。免啦，今摆遮青哦，面前阮厨房烧起来咧。啊，咱厨房有一支迄大支迄长长迄钢腿啊，哦，迄做扁的啊，我喊袂落好啊，我开这条当。毋过你阿哥啊，这个危险嘞，你爱较细腻的哦。细腻就好啦，我来处理啦。讲实在哦，你有感觉讲这个李阿哥最近安尼变足多哦？无较早拢安尼平淡了，啊，即摆佫安尼大叫落去做。头家娘啊，这叫做吼强将手下无弱兵啦。像你对阮遮尔好啊，什么代志哦，阮大家嘛甲你听。哎，讲安尼是我嘛歹势，讲实在的啦。若无你哪配合吼，免哪有通安尼。对啦，头家娘，我来后壁吼甲斗相共。啊，对，李阿哥吼，我看吼，伊也是爱你去来斗相共啦。好，我来。危险的吼，我来。你先来看一下哈。好。喂，啊，哎呀，未来亲家哦。啊，对，啊，都讲丽丽要订婚，有啦，该传的物件我拢有传了。你放心，行李哦，袂歹啦，饭你也好去啦。感谢你哦，感谢你的关心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有时间再来坐啦。啊，再见哈。哎呀，这搞恁傻，敲来来关心。哎，这毛无紧来传好势，阮查某囝要订婚了。对啊。头家娘啊，代志愈大条啊！头家娘啊，你是要甲我惊死哦？连安尼你阿哥哦，迄支钢锤啊吼，还袂举起来收，规屁壁吼，才倒落来，伊规个人叫呆伫内底啦。